你有冇留意過 WiFi 設定入面有 2.4G 同 5G 兩個選擇？好多人唔知揀邊個，甚至唔知佢哋有咩分別。揀錯頻段，速度可以差幾倍。上集教咗你點揀 router， 今集教你揀啱頻段，將 router 嘅性能發揮到最大。首先解釋下 WiFi 頻段係咩？你可以將頻段想象成公路，2.4千兆赫就好似一條普通馬路，去到好遠，但速度慢。5千兆赫就好似高速公路，速度好快，但唔係到處都有。頻率低嘅2.4千兆赫，波長長，傳輸距離遠，穿牆能力強，但速度較慢，容易受干擾。頻率高嘅5千兆赫，波長短，傳輸距離短，穿牆能力弱，但速度更快，干擾少好多。大部分 WiFi 6 router 都支援兩個頻段，即係雙頻。而家講下速度差幾多。以一個 AX3000 router 為例，2.4千兆赫頻段最高速度係574 Mbps， 5千兆赫頻段最高速度係2402 Mbps， 5千兆赫快咗超過4倍，實際使用嘅差距都好明顯。WiFi 6加 2.4千兆赫，實測大約120 Mbps， WiFi 6加5千兆赫，實測可以去到600 Mbps。當然，呢個係喺 router 旁邊嘅測試結果。離遠咗之後，2.4千兆赫可能仲穩定過5千兆赫，因為5千兆赫嘅信號跌得更快。速度以外，覆蓋範圍嘅差異更加明顯。2.4千兆赫嘅覆蓋範圍大約係5千兆赫嘅2到3倍。用2.4千兆赫 router 旁邊100%信號，隔一間房仲有85%，隔兩間房有60%，隔三間房都有35%。但5千兆赫呢？ router 旁邊100%，隔一間房跌到60%，隔兩間房得返25%，隔三間房得返5%。特別係穿過石屎牆之後，差距更加明顯。香港屋企多石屎牆，呢個分別好重要。再深入講下穿牆能力，唔同嘅障礙物對兩個頻段嘅影響程度唔同。木門同玻璃對兩個頻段影響都唔大。2.4千兆赫損失大約5%到10%， 5千兆赫損失10%到20%。石膏板牆2.4千兆赫損失15%到25%， 5千兆赫損失30%到50%。石屎牆即係混凝土牆，差距就好大。2.4千兆赫損失30%到50%，但5千兆赫損失60%到80%。如果隔兩道石屎牆，5千兆赫幾乎冇晒信號。金屬門同鐵閘對兩個頻段都係致命打擊，所以如果你嘅裝置同 router 之間有石屎牆，用2.4千兆赫會穩定好多。如果喺同一間房，5千兆赫永遠係更好嘅選擇。另一個好重要嘅分別就係干擾。2.4千兆赫係干擾重災區。首先，鄰居嘅 WiFi router。香港住宅密度高，你周圍可能有10幾個 router 喺度，全部都逼喺2.4千兆赫嘅3個頻道入面，自然好擠擁。其次，微波爐，你冇聽錯，微波爐嘅頻率同2.4千兆赫 WiFi 一樣，所以用微波爐嘅時候 WiFi 會受干擾。仲有藍牙裝置，例如耳機、滑鼠、鍵盤，全部都用2.4千兆赫頻段，但5千兆赫就唔同，干擾源極少，頻道數量有25個以上，鄰居都少用5千兆赫，唔會被微波爐影響。所以如果你晚上 WiFi 特別慢，好大機會係2.4千兆赫頻道擁擠。
講到頻道數量，差距就更加明顯。2.4千兆赫只有3個唔重疊嘅頻道，分別係頻道1、6同11。想象3條車道有20架車，自然塞車。但5000兆赫有超過25個唔重疊嘅頻道，25條車道只有幾架車，暢通無阻。呢個係5000兆赫速度更穩定嘅其中一個重要原因。咁到底邊個場景用邊個頻段呢？用5000兆赫嘅場景，睇4K 或8K影片需要大頻寬，5000兆赫更流暢。打機要低延遲，5000兆赫嘅拼值更穩定。視像通話或 Zoom， 5000兆赫唔會因干擾而卡頓。大檔案傳輸，5000兆赫下載速度快幾倍。串流直播，5000兆赫上傳速度更穩定。用2.4千兆赫嘅場景，智能家居裝置，例如智能燈泡、插座，大多只支援2.4千兆赫。隔幾間房上網，2.4千兆赫穿牆能力強。基本瀏覽同社交媒體唔需要太快速度。掃地機器人 IP Cam 通常只支援2.4千兆赫。簡單記法，近 router 加要速度，揀5000兆赫；遠離 router 加要穩定，揀2.4千兆赫。除咗 2.4G 同 5G， 仲有一個新成員，就係6000兆赫頻段。6000兆赫係 WiFi 6E 開始新增嘅頻段，佢提供更多頻道，有59個之多，干擾極少，速度最快，好似開通咗一條全新嘅高速公路，車少路闊。但6000兆赫嘅覆蓋範圍最短，穿牆能力最弱，而且需要 WiFi 6E 或 WiFi 7嘅 router 同支援嘅裝置先用到。而家大部分手機同電腦都開始支援 WiFi 6E。6000兆赫係未來嘅趨勢，但而家唔係必須。咁點樣設定分開 2.4G 同 5G 呢？有兩種做法。第一種係分開命名，將 2.4千兆赫嘅 WiFi 改做 Home 2G， 5000兆赫嘅改做 Home 5G。好處係你可以自己控制邊部機用邊個頻段，智能裝置指定連 2.4G 就唔會出錯。第二種係合併名稱，兩個頻段共用同一個 WiFi 名，等 router 自動分配。呢個功能叫做 Band Steering。好處係唔使揀 router 自動幫你分配，行開嗰陣都會自動切換頻段。我嘅建議係分開命名，自己控制更好。特別係有智能家居裝置嘅用戶，好多智能裝置只支援 2.4千兆赫。如果合併名稱，智能裝置可能連唔上。知道點樣分開之後，邊部機應該連邊個頻段呢？手機如果係主力機，建議連5000兆赫，速度快，睇片打機更流暢。手提電腦連5000兆赫，工作上網需要穩定快速。Desktop 電腦最好用LAN線直接接，最穩定。Smart TV 連5000兆赫，睇4K需要大頻寬。遊戲機例如 PS5 用LAN線最好，如果要用 WiFi 就揀5000兆赫。智能喇叭、智能燈泡、智能插座連 2.4千兆赫，因為大多只支援 2.4千兆赫。掃地機器人同 IP Cam 連 2.4千兆赫，因為只支援 2.4千兆赫。記住，要速度嘅裝置用5000兆赫，要範圍嘅裝置用 2.4千兆赫。你可能會問，點樣知道自己而家用緊邊個頻段？iPhone 嘅話，去設定 WiFi 冚已連接嘅網絡名，就可以睇到頻率。Android 手機去設定 WiFi 冚已連接嘅網絡，睇頻率。Windows 電腦冚工作列嘅 WiFi 圖示，入去內容，睇網路頻帶。Mac 嘅話，按住 Option 鍵冚 WiFi 圖示，就可以睇到 channel 同頻段。
或者你可以下載 WiFi Analyzer App， 免費掃描附近所有 WiFi 嘅頻段同頻道。最後回答幾個大家最常問嘅問題。第一，可唔可以關閉2.4千兆赫？唔建議。好多智能裝置只支援2.4千兆赫，關咗就連唔到。第二，5000兆赫安全啲定2.4千兆赫安全啲？其實安全性同頻段無關，取決於你嘅加密方式，例如 WPA3 或 WPA2。第三，兩個頻段可以同時用？可以。唔同裝置可以分別連唔同頻段，互不影響。第四，點解我部手機成日跳頻段？如果你用合併 SSID router 會根據信號強度自動切換，分開命名就可以解決呢個問題。第五，5000兆赫會唔會用多啲電？差異極小，可以忽略不計。今日你學識咗2.4千兆赫同5000兆赫嘅分別。第一，2.4千兆赫慢彈遠，5000兆赫快彈近。第二，5000兆赫速度快4倍，但覆蓋只有一半。第三，石市場對5000兆赫影響極大。第四，要速度嘅裝置用5000兆赫，要範圍嘅用2.4千兆赫。第五，建議分開命名 WiFi， 自己控制頻段分配。第六，6000兆赫係未來新選擇，最快但覆蓋最短。揀啱頻段，WiFi 速度即刻快幾倍。下一條片我會教你 Mesh WiFi 係咩，大屋點樣解決 WiFi 覆蓋問題。如果你屋企有 WiFi 死角，一定要睇下一集。記得訂閱寬頻教室 HK， 冚埋個鐘仔。如果呢條片幫到你，記得 like 同 share 俾朋友。你屋企用緊2.4G 定 5G？ 留言話我知。我哋下條片見。